上新的好消息要带大家关心2019拿坡里世界大学运动会中华城市队又有好成绩。这是伊艾文也有郭冠廷在10公尺空气枪双人组的决赛摕到16分，打败韩国11分摕到金牌。中华队即马累积拢总5块金牌、8块银牌、3块铜牌，刚刚城市队就摕到3金2银1铜。 中华队射击选手吴艾文甲郭冠廷在2019拿坡里世大运的10公尺空气枪双人比赛决赛内底，用16比10的成绩赢过南韩，为台湾佮加添1面金牌。中华队规场比赛拢无互对手机会，伫8比8平手的时阵，两个人一声就摕3球落来，来到14比8听牌。 吴艾文伫个人比赛，敢若摕到第6名，这回算是报仇成功。甲郭冠廷做伙摕到双人金牌。同样的，都是要克服那个心理压力是最大的。所以对，所以我觉得还好，也不错啦。他也真的很上进，也很肯学。吴艾文摕到好成绩，妈妈嘛感觉真光荣。今年射击的项目会当讲是台湾的金库。中华队目前摕到5金8银3铜，其中射击就3金2银1铜，成绩上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